台湾的羽毛球伫奥运有真好的表现，所以即马咱国内拍羽毛球的人嘛对咧增加。刚建议是来开发出会当自动侦测拍球趋势的系统，会当来分析每一个动作敢有做正确，嘛会当记录球的速度甲角度，用科技和训练更较专业。体育馆内面拢是下班来拍球的民众。根据体育署统计，台湾球类运动第一名，以羽球运动人口上侪有300万以上，而且有愈来愈侪人的趋势。即马透过工研院 AI 技术来分析拍球的趋势位置，就亲像有专业教练伫咧边仔共款。觉得还不错，就是像我平常想要加强练那个杀球的部分，就是 AI 羽球教练就可以，就是专门针对我那个杀球的角度啊，还有一些力道的部分来做一些分析。我整个用起来就是我可以省了一笔教练费，然后加上我有透过这些数据，我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我发球或者说我杀球的感觉。研发团队指出，系统是透过头前的高速相机监测器，甲人伫运动的时身躯的关节甲刷振动的姿势，全部记录落来了后，判断出体验者的能力，会当知影家己拍球的姿势敢有正确。是透过高速的3D 视觉，那我们可以在1/10秒内就可以分析出你现在击球的球速，那甚至是角度，那还有落点，让使用者能够快速的知道现在自己的一个球龄或是自己的一个运动实力，那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有效率的提升自己的运动表现。系统目前已经参新德馆运动馆合作进行测试阶段，希望透过科技来达成运动科技化，培养出更加多优秀的运动选手，继续为台湾争取好成绩。记者杜君和新北报道。